話說之前咧，俾一隻 game 咧啪啪聲咁打面，我指嘅唔係技術上嘅被虐，而係咧我之前一睇到佢嘅畫面咧，就覺得佢超級普通唔吸引嘅，甚至覺得係伏味好濃嘅，所以堅持我個 friend 點樣叫我都死都唔買。但係最後咧，我玩嘅時間竟然比推薦我玩嘅朋友仲要多勁多。今日想同大家講嘅呢隻神作就係《殺戮尖塔2》。一開始啦，我真係覺得佢個畫面係簡陋嘅小品嘅卡牌遊戲，猶豫咗好耐我都唔肯去買㗎。咁最後因為個 friend 推薦啦，又因為特價平平地，咁就試一下啦。哇！點知一試呢，就真係唔得了喎，玩到完全停唔到落嚟啊！今日咧就同大家拆解一下呢隻 game 到底有啲咩魔力可以令人一追再追。咁通常講到啲卡牌遊戲或者桌遊改編嘅遊戲啦，最怕就係連線嘅時候呢，要等對方出牌，你出完就到我出，我用10秒諗完呢，但係我要等你30秒，等嚟等去真係會悶到想撳手機嘅。但係《殺戮尖塔2》嘅連線模式呢，有一個好正嘅優點嘅，就係大家可以一齊同步出牌。雖然有時你快啲就我慢啲，或者我快啲就你慢啲，但係至少唔需要我喺度呆咁等待啊嘛。當你諗嘢要30秒嘅時候，我淨係諗咗10秒啫，咁我最多都係等你20秒啫。嗰種遊戲嘅節奏處理得非常之好，所以連線嚟講呢，我覺得佢係比其他卡 game 好好多嘅。咁但係點解呢個遊戲會咁值得我着迷呢？首先就係佢對新手係非常 friendly 嘅，好容易上手，而且對於輸贏嘅得失心呢，又唔係好大嘅啫。每一次你玩完一局，無論輸定係贏啦，系統都幾乎係有獎勵俾你繼承落去㗎。例如解咗啲新嘅卡牌等你下次用啦，或者有啲新嘅遺物道具下次再用。所以你嘅探索感咧同埋成功感咧係可以一路累積上去㗎。最正嘅地方咧係佢地圖嘅自由度，你可以自由咁規劃路線去打最後嘅 boss。你想行多幾間商店去買嘢啊，定係想開多幾個寶箱啊，或者去挑戰多幾個 boss 去拎啲道具，全部都係你自己決策㗎。而且呢啲決策咧又真係會影響到你生死㗎喎，因為你條血條啊，你嘅血量啊係會帶去下一關㗎。打怪損耗咗嘅就損耗咗，玩到一半發現啲血量唔夠咁點啊？即時就要修改路線去揾地方休息。就算你重玩幾次呢，每一次嘅策略同埋方向都係需要微調㗎，所以呢個可以重玩嘅程度就幾乎高到爆咗標。不過再好玩嘅 game 咧，都係會有玩厭嘅一日㗎嘛。我覺得呢隻 game 咧有啲美中不足嘅嘢咧，就係呢隻 game 目前就係得5個角色。咁當我每個角色都爆咗幾次機嘅時候，開啟埋佢後邊嗰啲難度啦，想要嘅卡牌基本上都攞過玩過晒，啲遺物都拎過晒啦。到後邊就覺得可以挑戰嘅嘢就會少咗啲咯。開始甚至會變咗有時係睇運氣啊，睇下可唔可以抽到啲牌啊嚟幫手爆機等等。如果佢能夠不定期更新多啲新英雄呢，或者加多啲額外嘅元素啊，隨機多啲嘅話呢，咁呢隻遊戲嘅壽命呢係絕對可以延長好多好多㗎。呢個都係我哋作為玩家最希望睇到嘅更新。另外啦，呢隻 game 啦，基本上就冇乜故事可以講啦，佢純粹就係贏在佢嘅遊戲性。有時候我哋玩 game 啊，有時就係追求想睇個好劇本啦，或者就好似今次咁，就係追求好玩嘅遊戲性啦。呢隻 game 用咗一個比較簡陋嘅畫面啦，證明咗遊戲性只要做得夠好，一樣可以令人欲罷不能。我當初係因為啲畫面啊，因為卡 game 而唔敢買，玩完之後我真係完全唔後悔，我覺得係超級值得嘅。所以作為一個最後總結啦，《殺戮尖塔2》到底值唔值得入手呢？如果100分滿分，我會俾90分甚至100分嘅。原價買都係絕對超值嘅，就算佢9折，我都已經建議大家可以入手㗎啦。如果你最近真係冇咩 game 想玩啊，又想打發下時間，我絕對覺得呢隻 game 係可以幫你消磨大部分嘅時間，玩下幾個鐘就過咗㗎啦。大家又有冇玩過呢隻 game呢？歡迎喺留言區分享啊！覺得呢條片幫到你嘅話，記得讚好、訂閱我哋嘅 channel。我係超主觀遊玩評論室嘅李奧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